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真相托马嘅》，我是刘碧珍。今天线上有请到庄秀云老师，庄老师係咪老觀眾朋友問好？大家好。秀云了了有啲緊張嗬，唔是緊張，因為今日來到係世界地盤，今日來到兩位水妹所做嗬，一隻所在天地片咯，佢係一隻老次元對話嘅客家字，一隻講以做字嘅素材。秀云講起來嗬，字呢種東西啊，平常經常看到，佢應用嘅範圍非常闊，看起來好像冇經驗嗬，唔過你像慢慢想到一開始來。做字啊，乜個有很多手工字，然後就講乜個有很多客家字，係咪？你請老觀眾朋友來聊聊介紹一下。先第一開頭就講起，你用辦法開始接觸做字呢件事情。其實做字哦，就是台三線的山拿度頭擺當導演是做字啦。哦，跟也因為你長期的是講。是講佢冇賺錢咧，大概是唔記得記咧。嗰兩時我都轉來山鄉師談嘅時節，做字嘅時節，因為我轉來做字，我都完全唔知講20位數頭擺有做字過，所以透過調查，讓啲講個原來頭擺啲都當到字符啊。然後我講我未談唔成，因為我冇看過。看過，冇講到字符。係，佢小假擺了後，樣做講。你客家人有冇神奇啊？舞堂嘅面前，也個游泳池也都按到閘。哦，聽到嘅水池啊，有嗎？真件是像游泳池樣嘅。按胎。佢咩？我有按胎哈，是像個50公尺、60公尺，不然個水道樣嘅。我去到2-3遍了後，我睇一邊去看嘅時候，我係本因為講嘅係。字符，我係因為講佢係游泳池啦，潮水嘅所在。我想我特別客家人用乜有錢但大部都有潮水池。到我山那里度嗬，係熱嗰啲，唔係1闊嘅游泳池，人家跟個游泳池1闊是拉嘅咩？也都2-3闊度嘅。係不樣地講真嘅，你啊貴州嘅獅潭啦、三灣啦、南莊啊。做字哦，你幾條透露了太湖了向來是當導演做字。所以按樣講向啊，可能老觀眾朋友了整理一下啦嗬。所以他你講意思講係你有1多年前你開始來做所謂沙期養臭嘅工作係嘛？然後做沙期嘅工作，做田野調查，才發現講，按到人家都有字符，張一問講，字符係做乜嘅用嘅？按樣個對上去張啲講，原來過去台山縣也苗栗啦，幾隻鄉鎮他講到嘅，過去聽到人都係做字，做字呢種行業，到底係幾係做來用幫人賺錢？你啊，單位山鄉做嘅時係用竹嚟做嘅，其實做嗰個廚字。竹嚟做嘅。廚字是唔係要寫詩嚟字，寫詩唔得嚟字啦。佢一般來講是做好是拿去中港、中南，嚟加工，是做金元字嚟賣啊。意思是講過去台山縣兩片客家人，山那地度嘅，佢係身上沒有一種字嘅顏料。個下去本後擺就講去加工，也主要係做見神明，還有見拜神用嘅。天主嘢，金字為主。其實啊，有做講按到太劍啦。太劍。做嗰個染
是讲点盐呢，点鸦片的呀哈，这种是做点鸦片。如果建起来点盐用的纸，哦，还有做个产入卫生用纸啦，像妇女家这种是某个哈生产的时候，用的贴到身体底下吸水。哦，厨子的个青苔的老个一般文化用纸冇用的个素材是讲，其当不吸收水分，吸收水分，吸水的功能挺强。嗰个吼，你睇做讲呀，这种纸呢，吼收起来啊，会当蓬。当蓬是嘛个意思？蓬啊，做出来是蓬蓬的。哈哦，蓬蓬强强。你收起来是当个笔呢？啊，比较容易到达天庭人的，对我爱用讲。哦，爱用你讲上来都想到咧，客家有一种风俗，很多我记得我声音嘅事。我卡度係有下過4個字，實際上係做唔得亂跳嘅。我印象中身裝大下都話成西裝比較好，古天嘅時間讓拿起攞去手貼，睇片都會用手貼嘅。我講手貼之後，哎呀，台灣人講好像過話存神嘅大印象哈。哦，原來係客家人就講過去有安樣嘢，寬中自裝嘅安樣一種文化。唔過人台山縣。女山地方做係做廚子，頭先講到廚子係用嘅竹嘅嗬，我記得人頭個讀書時都講一個蔡倫發明那個舟子，按用你這種技術，然後人家下台山縣過去啊種歷史當個做廚子，有嘛冇重用嗎？其實按台灣舟子哦，雖然講基本嘅技術還喺度大陸嗰度傳過來。但是呢，給它作為用途完全是冇重用。哦。跟台灣係海島型國家嘛，佢舟子咧，佢一開始舟子佢係來做信仰用紙。是讓佢做用文化信仰用的，唔係用來寫詩。唔係用來讀書寫詩嘅。哦。我蠻神奇嘅哈，跟然頭提到講，而去做田野調查，發現講過去有很多人家門頭田主要有一個像潮水使用啊，用嘅所謂制服哈，制服係做乜嘅用嘅，而來咧嘅人家片生產製過程中都在做乜嘅有嘅隻制服啊，用嘅啥皮？呢個制服啲青蔥要是講老嘅做嘅嗬，就係用嘅雞足。貴族啦，貴族哦，然後貴族站下來了，暖暖嘅時候站下來就變落個制服啲都滷，滷，你用板型滷法，變濕灰落去滷，哦，變濕灰，一層嘅做嘅一層嘅濕灰啊，cap 起來滷，佢清楚嘅是軟化嘅，跟嚟做嘅嘅產品，然後佢軟下來了後呢，嗬，讓佢洗脫，然後佢濕灰洗脫，洗脫要執個浸水俾發酵啊。等於講要經一段幾長嘅時間之後，將做得個撒好了做紙安樣係嘛？係，差唔多經幾久？差唔多要3年嘅時間。經3年嘅時間。嗰個佢唔會污染嘅環境啊，佢係完全係用發酵嗰時候我哋做調查嘅時間啦，其實要講佢個制服啊，制服我變水咩？水一變起嘅時間，佢會經過個田，個田啊，當年啊是大豐收啊。如果一個水經過做嘅水，佢本身對田冇傷害，點都像皮一樣嘛。我有皮料啊。嗰個條田啊，是種嚟貼片好。特別嘅樹神哈，是比個好加皮啊。按樣講起來，就講過去一片人家做紙，第一次搞有準備、有制服、有經做嘅素材，然後就講有3年時間。之後當最開始來做紙，佢正然開始做紙之後，一直做到變到廚子嘅規則過程，要花幾多嘅時間，要經過那道程序，留起來之後，其實跟你提早吼，跟像馬祖上嘅時候是長一過後3月過後，3月24以後一抽到端午。
之前，嘿，给粮食诶，是迄稻嫩作的时间。跟刚好跟材料哈，刚那时候的材料用做来做纸，加上豆做的，是豆做的。5月来豆做的，5月之前到3月，等于讲4月啦，1整年的时间是豆做的时间。个豆的做的是别人讲是年下是做纸，所以金都差不多半月。半年，开始做纸。你付的到7月半来发，7月半是一直到高峰，个价是会较好。量去需要的时间。天公你要拜神明，拜牙，刚好个用个家私会较好，但是一般人佢係付唔到啦。付唔到，做冬天嘅時裝嚟做。嗰時候做紙係一辛苦啦，雖然講冬天嘅時節嚟做。佢個留紙啊，佢不割人嘅樹啊，尤其細嘅種麻，個種麻留起嘅時間，我聽佢哋人講，真係是當辛苦，因為頭擺冇樹立嘅啊，即係規則是用樹啊去留起來，因為留嘅紙留起來，佢係要發酵過，嗰個竹嘅嗬，佢係個纖維啊，長長咩，佢係不割人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聽起來就好蠻辛苦咧嗬。哎呦，等於講一般一片嘅人家做紙，佢係用1年做一隻竹器，錯嘛？差唔多1年。用1年唔會差，但是佢幾年咧，佢係講有量有安排嘅話，佢幾年是會磨合。哦，哎呀，好，我想吼，你突然是感謝秀雲吼，老人分享，佢做田野調查了解到頭山縣過去用幫人做竹子吼，不過呢個竹子呢個行業目前已經冇脫咧，已經冇嘅行業，秀雲用幫人攞佢增加新嘅方式、新嘅用法，然後團長請秀雲啦，大家嚟分享。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，今日有請到莊秀雲老師來分享台山縣過去做紙嘅故事哈。我希望呢一集部分哈，我希望請你老大家分享做田野經驗一個經驗啦。我想你剛開始去問嘅時間，一條已經冇做紙嘅老人家，有時候你挺奇怪，我總係敷衍嘅做來冇倆嘅。係咪？係啱去問人嗬，嗰一出來也冇人冇問起啊，因為也天叫冇人做也講咧。嗰人家講咧，是舊時嘅人咪冇你做嘛咯，也冇賺錢嚟做嘛咯，冇你按冇嘛好講咩，啱先。但是你們都咁嘅正經讀嘅做嘅人，其實所講，倆香港嘅產業嗬，正經倆團人係講冇記錄起嘅話。也完全是冇人會講起嘅，做唔啲幾樣辦做，也唔係有亞團歷史嘛嗬。你睇講到制服，一開始我老豆講係貼片嘅一紮服，後來張地講事實上佢做喺生產過程中，聽到人家而家做製作有一個實批，佢除咗制服也留下來嘅看得到嘅夾，你做田野上有看到乜嘅老組織相關也都體力方面還也好，係你講乜嘅人文方面嘅。遺跡嘛，有注意到。目前係講做紙嘅人哈，做紙人家哈，做紙嘅人咪其實做紙嘅人家其實像倆下中小企業一樣嘅。哦。有嘅來源。材料嘅來源。嗰個有人嘅技術，因為做紙嘅來源。做紙嘅所以就一強。考慮木水，因為伢子流起嘅時候個水平。要唔係講現場嘅客廚嘅事做客廚，唔講係下冇木水嘅然後佢做起來會下實力啦。嗰個我哋佢做廚子嘅嗬要本廚腰。廚嘅腰嘅，你像腰嘅老廚嘅家私是查到的，查到5批啊。哦，人家所謂廚子腰子係自己做嘅方式技術冇相同嗎？除咗冇相同之外，嗬，佢打字講啊，也冇同樣，嗰個料嘅方式也冇同樣。嗰個家私查到到，你講完全你講實講啊，我山上要做嘅，我是倒來做紙，你按樣行係做唔得啦。嗰個係一隻散拿度嘅，我講佢係中小企業。我要技術，我要按佢
资金啦，亲像含的技术啦。技术，啲技术用办来过去，係有人来特别教吗？还是讲对那边传来嘅？亲像含你讲互相嘅学习啦，是讲我拍到那搭去做歌吼，我到我做歌我要我专人还是自家来做样先。唔像第一站我就會因為講組織，我本來就發現咧青重要嘅一隻工具是輪紗。輪紗，因為制服你像男裝啦、衫襪佢都開發合作，像個制服啊，6年啊，佢按法律위서，佢利用了個위서，其實係總體來種其他的東西。你睇目前有留下來制服，看得到嘅吼是存到食堂。哦，食堂還有。還看得到制服，因為食堂佢變到講，佢冇樣現在經濟發展，佢위서冇辦法發展起來，我唔可以替代咧。我佢要保留起來嗰種制服嘅遺跡啦。佢保留了好幾個我做。還看得到其他雜制服係嘛？超啊！嗰個天衣就係輪紗，青重要是輪紗。嘅輪紗對於組織人家來講係當有感情嘅啦，因為佢你組織吼。仲可能吼，怕用到一隻輪紗，唔是拉嚟，有等於怕用2隻3隻，但是當多人其實用到一隻，像嗰個男裝啊相反呢，其實大隻長人大隻當太隻嘅輪紗，而像36歲人講到3檔去，按太隻按多人講，講上去樣其實輪子，佢係櫃台房人做啦，佢一隻故事咪就是想到講，因客家人吼。跟個人先合作吼，合作像下幾房人啊，組織啊，其他輪呢叫5台房哦，5台房就是13人用儲錢、驗錢來輪流組織啊，當有意思啊，13人本身都一隻制服啊。可能老觀眾朋友了介紹一下啦，嗬。主講聽下秀雲講到輪紗係因為輪子主要嘅纖維，好，唔佢經過嘅做嘅，輪不嘢變腰下面的喂，當做的個啥下去做紙哎，樣做流紙哦，嗱，上面聽你講過有隻故事講治療做紙嘅時候才治療有8公係嘛？哦，治療8公是1度啦，是講因為你下8公吼，規下曬都強烈嘅。他當到人唔記得佢係組織嘅8個，唔像嗰個食堂嘅小董事啊，佢是有隻特別按到治療8個，組織8個，組織8個。呀，再因為佢有特別寫講，嗰兩是黃南橋一度嗰度係隻要加隻制服度嘅啦。黃南橋係呢片過去開發嘅一隻太嘅客戶、太嘅調價啦，嗬。但是佢組織的方式，老男裝、老衫襪組織的情形是冇相同。因為佢係一隻大的實業家啊，嗰個佢組織是做當法，規衫那樣做，佢制服嘅規衫呢都小董事、大董事偷到了貨險啊，佢19分。偷到了太服了向上來新房啊，哈，你講新房，佢通常是通常有琉璃了太服女生提起過去在黃南橋嘅時代，聽到都係嘅制服啊樣哦，咁樣嘅制服嘅管理做一太工廠哦，係，故說佢嗰兩時佢請專門嘅人到了經營了就組織，但是佢係賣種嘛，賣種嘛。等於講係賣顏料，賣顏料天天，佢冇留到一種嘅紙啦，但係個價錢差咁多哦。用蠻講，因為留好嘅紙吼，佢係差唔多佢嗰兩時講嘅價錢吼，清貨價嘅時節係5元啦。幾兩時嘅5元，佢記得是講日本時代嗎？日本幾兩時，你都講起嗰樣嘅錢是差唔多。喺日本錢啦，喺台灣錢差唔多啦，那幣值啊差唔多。這種剛剛5元是做了各個主要學個當好嘅主要嘅事啦。佢就是講我做一件嘅紙，
是做的万一给那酱猪肉来食。哎呦，要按有家私哦。古时是当有意思啊，古时佢龟山当老人虽然讲冇办法做头家讲来留子卖哈，你做得去那人徛族的啊、昆族的啊、道族的啊，佢通天的东西有人讲啊。其实有想问哈，做完汤圆按样讲起来，过去台山县确实都非常新，按样些行业听到人参与嘛。那都係那個時代，幾個發展嘅歷史當中，那時間就開始擘咯，然後到兩下已經冇一種組織嘅產業咧，差唔多嘅時間點嘅變化。所以差唔多民國62年、67年、60年左右嘅時候，規上是機械化嘛，機械，像輪剎了就同樣用輪剎，但是係用摩打。哦，已經有電動嘅摩打啊。像家下，過去係用牛係嘛？用牛，啊，也開始做用天。用天的反而是當腳嘅啊。啊，變到細人咧，我當記得有隻做指甲、做毛嘅啊。因為人係輪剎嗬，個輪剎唔係講用牛嘅，反正天然牛行當人細人天然牛行係當吃嘢咩？但是你下變機器變用摩打咧，佢做當腳啊，個細人說天然見做。哦，天爽。變到撩嘅紙漿撩落當行去本個輪剎輪。其實變到個幾年是天然嘅，跟牛一點2點鐘佢往日白板哈，叫料，但是摩打唔是料啊，有天做哦，個生意是變到很啊辛苦，是變到講幾年上見做其實講佢當講料熱啦，佢一下料熱嘅時候，其實天然嘅摩打見做見做，辛苦哦，各位其實我係講佢喺料熱嘅時候，佢見做嘅時候，佢下看講要。聘人來嘛，喺用人來其實實見鹹講實來兩個天數聊一下，他就可以休息一下。冇其實天然冇打。小袁咧講到係一隻組織了個行業，因為技術嘅變化，有隻新嘅過程啦嗬，到後面因為機器做代替一個人力，比如講呢隻組織嘅行業慢慢地到台山縣就唔見睇咧，人家單槍都得看到致富。佢生下來。樣板起來一隻傳統嘅產業，變做一隻新嘅應用嗬。下一段節目，咱請小袁老大家來分享。觀眾朋友，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今日來到太湖一個所在水妹手作哈。小袁太老太家有分享到台山縣過去有聽到按樣嘅山拿嘅產業做組織，唔過嘅樣子組織係做廚子，去愛買去幫人做一個經營子嘅。啊唔過呢，當然成立呢一個工作室嘅時間，事實上係看已經老過去傳統。做廚子已經冇相同咧哈，後面老太太你來介紹一下你一隻蔬菜，然後還有你做嘅事情。針對名講起好咧，做乜都水妹，水妹嘿，乜個意思呢？其實做紙呢，哈，它嘅東西要用到水，佢最主要係水，佢用水呢，哈，紙嘅纖維佢係較短咧，佢用水呢，哈，去帶。啊，帶紙嘅，像個手尾啊，像個織布機啊，個手尾啊，穿嚟穿去，佢係用織布係用手尾，但是我哋係用水，做紙係用水。個水妹呢，你就名嘅呢，係你都講吼，很多婆婆嘅名嘅啦，家用嘅名啊，特別係家用，他就很不喜歡講家用啊。每次我講家用，我覺得很怪怪啊，但是還是要講媽媽嘅名。第二隻經驗，家名嘅都因為佢影響嘅一態啦，佢當有嘅客家人嘅精神。其實我自家親生嘛，我都馬葡萄關係馬葡萄嫁過來。哦，啲關係嫁過沒有呢兩邊來。試探的，我跟媽媽沒當好，但是呢，嗬，佢本來嘅東西，然後我婆婆本來嘅東西，嗬。我兩隻媽媽本來東西係完全冇同樣。哦，故所以按一陣嘢係有啲經驗去講阿妹嘅意思啊，樣嘛。係因為家跟
有启动诶，去做沙期的调查的时候，我说讲这种事，用要硬讲吼，我婆婆吼，人家讲嘛东西，我是硬小小的。哎呦，讲起电影做田野调查过程，也有孙沙、有泛音都、泛向都去解什么样的过程咯？因为啊吼，伊特别伊只家出的无穷样哦。个家出是因为讲，你看我所穿前面啊，后上呢，然后土地呢吼，就是我讲个土地啊吼，佢常常其實創藝術，我因為講係應該嘅。但是呢吼，我婆婆幫我嘅觀念唔係一樣嘅。故說我知道佢人家講嘅話，我就不以為然啦，我就嗤之以鼻啊。但是我都未向行業沙期嘅時間，尤其是我訪問嘅時間，我因為相信我婆婆頭邊人家講過嘅話，嗰隻歌聲啊，所以就覺得說，我會突然有一個想法講，假使佢係有留到你下來幫我訪問嘅話，我會當歡喜啊。很有意思哦。好，這樣你成立水妹手作哈，主要就講係用手工來做字嘛哈。你家經常看得到聽到一個肯定一下嘅算人工嘅啊哈。觀眾朋友也全部係用紙做嘅啊哈。那像係像秀雲老太來介紹一下，你用版以外做平面的平嘅紙裝，都做那個立體嘅一個人工嘅啊，各種嘅造型係。其實哦，你係清楚嘅是講，你啲沙期行行，我嗰陣時帶啲沙期嘅我朋友哦，向下來做啲紙嘅時間，提早是想講，我要拿個紙賣出去，賣本嘢啊。嗰上個嘛跟吼沙期嘅人吼，佢上個都做嚟做嘅吼，我都是做過嘅啦。但是當都是說講，用嘅係唔係專業做紙嘅。你做出來的東西就冇辦法符合一個市場，冇辦法符合一個市場嘅話，我哋是冇辦法繼續下去。我哋會唔敢輕易然後來衝下來做字，比如講唔太講人所謂嘅風光樣。你做嚟本雖然講起嚟講啊，你文化你客家文化當好，你特別演做嘅當好，但是你做久咗去人家會識翻呐。我每次我講，山拿嘅山入係唔係講老頭輩佢講，年初年本嚟結婚，我就知道講，我一感同啊，講做嘛我到上班我去工業去，做嘛跟個工廠我冇辦法，我到賺錢做咪到山鄉賺錢，留到自家嘅家鄉。哦，嗰種時我就是想講。跟係按照我哋做呢就啱係那樣嘅想法。其實按呢散當嘅人才啊，完全是做嘛留唔係做嘛出去，是完全沒有被使用嘛，不被利用嘛。但是你做呢嘅東西，你的確是設計，就講嘅創意，然後幾大環境嘅結合，當做的假如要歌唱去生產，然後一個產品老一般嘅人做嘅係冇共樣嘅。我頭一聽你講吼，你係目前擺到作當嘅，睇睇都有故事啊嗬。可能係咪老太家介紹一下？我提早講嘅是係叫做石虎啦。石虎。叫做石虎，石虎吼，你清楚嘅是講老新人咧吼，新人咧互動，老學嘅互動，你喺老楓林國小啊，佢老佢結合嘅，是講。拜託新人呢哈，去熟悉夾不下冇愛字。所以做非俗應用嘅字，冇愛字，冇愛字呢哈，有家中啊，有志祥誒，志祥誒，拍攝兩個係辦公室用嘅字嗎？樣應用嘅字是嗰種字。佢其他像個批講嘅面檔呢，寫報紙。有無色嘅兩個報紙。嗰是報紙。但做起來係是分類來分開來。搞新人係去養型做嘢思想，只拿唔跟模一碗，跟免洗碗用起做一個模型啊，做一隻型，是做隻石虎。幾冇注意呢？係用緊個連奏法，連奏法嘅字啊，連奏字唔係連奏字啊，連奏法嘅語嗎？跟佢打出來開發了佢嘅言啊，嚟撞落去啊。幾人另外好，朋友有注意到啊？你看，你阿在也像吃破嘅發文啊，
也像吃婆，也像吃婆。嘿，因为你俩到水妹手作都太服的演绎吗？嘿啦，你做西雅姐啊，反应提风提水。其实说讲，因为讲色彩画哈，做得他写都太聪明行的哈，是会吃婆的。太服了片哈。但是来到呢太湖呢，拿乜嘅东西出去？你從前喺吃婆嘅變到花，嘅現在種吃婆，你係咪做嘅設計的當地也有，它當地有地區性的一個像奧林教樣嘅哈，一個公仔啊，你講奧林教啊，你係用我的公仔啦，所以做本人帶上去做經驗，不過其實上係當到啦，你喺外頭寫下字嘅嗬，其實設計嘅。條下有個聽你講，也有記載，也有意思哦。你睇觀眾朋友睇看到嘅吼，看嘅就像小動物一樣去。唔過吼，每一隻動物後背都有故事。秀妍我老太介紹一下。像呢隻吼，係南莊嘅郵便局啦。佢爸呢，然後呢隻係呢隻係台灣熊咩哈？台灣熊背着一個南莊郵便局一樣嘅。跟誒中心那台嘅，人講綠衣使者啊，嗰種是設計係安樣嘢。你底度呢係油桐紙，安樣嘢。油桐紙洗澡嘅呢，哈，是那個紙漿來包落去，是來去裝到係樣嘢。是變講，呢苗栗縣18鄉鎮哈，我哋都是用假鐵色來上來做呢啲東西。了解咧，古時候你按樣講係做底咧。佢兩個兩隻公仔後背旁順佢擺一隻南莊郵便局，因為南莊係留一隻老郵局啦，喺當天一隻鐵樹嘅鐵件啊樣去。咁樣佢翻兩隻呢，兩隻像怪一樣嘅，兩隻又係乜嘅？怪嘅。特別嗰3年呢，嚇叫做師傅。師傅其實特別名我都怪嘅傅，因為佢當年嘅時節嚇，嗰個怪啊，所以叫都當睇曬。我記得然後同前是我都怪嘅傅。怪嘅傅。跟喺米香咧，是講嘛怪嘅傅唔好啦，按講嘅傅。講嘅傅說按到媳婦啦。古時候媳婦條個按到怪嘅傅，古時候你就做一隻怪嘅一個上面有隻怪嘅傅，係怪嘅傅用一個意象啊哈。兩隻喏。兩隻台灣熊，台灣的草莓熊，台灣的草莓熊，非常典型。有一個台灣熊嘅特殊嘅標記啦，哈，可以拿吃婆呀。台灣你講到那個地圖，不用那個油桐紙哈。觀眾朋友啊，示範一下俾大家看哦。你知台灣熊底背自強做嘅哈，唔過地圖秀妍老師設計邊一個油桐紙，佢說。有睇到我有一個相吼，哎呀，新年拿到我手挺好搞哦。哎呀，我都冇按佢哋想法。真嘅嗎？我哋想法是講底度冇裝塑膠嘅東西嘅啦。全部係田園嘅。田園咧，我哋到當到嘅是係樹嘅。樹嘅。各種植物，各種葉嘅。嗰時候是嚟裝咯。因為佢當早嘅，佢油桐紙要按多年嘅，按早嘅佢。其實會有隻，變下細長啊！嗰時候佢會有香嘅聲，有的會冇按嘅聲，所以因為佢怕卡到，也係冇按走啊。秀妍他講到講，你做田野過程中呀，你嘅就講婆婆哈，本一隻你非常佢講到老土鐵關係。事實上嚟看，而家講用苗栗嘅18鄉鎮來做了的人工嘅啊，係你講石虎，你要講一下呢隻石虎嘛？石虎好像也係苗栗目前非常特殊一隻生態指標太高了，保護嘅動物，要慢慢想到要做石虎。我其實從做資料還有做調查了，還有我是說講啲土鐵嘅東西係一隻。當田園的東西，而且無害，而且它很需要東西要本地一直被注意到，被保護。對，跟石虎它是一個動態的議題啊，其實生活到呢生活當中，到山方人是佢係當幫人鬧嘅東西，有乜新人嘅嘅，有乜千人嘅東西，一般人六年嘅唔喜歡佢嘅，但是呢下其實存到冇幾多隻。你看也是喜歡美味啊，喜歡讓人去愛護這些東西。我說你要找石虎呢哈，
为了要保护我们的环境，就变成讲上浮一只指标性的东西。不过呢，我之后做了这东西是讲。只差没有议题出来啦。了解。那个议题出来，当然，因得做环境安全的，喜欢自然的气氛，太刺眼了呢。你迄只当刺眼的一只动作，是像食饭样的，应该来做的。像吼，秀云讲到了个新创业啦哈，是作为一张媒介，佢做了翻译嘅议题，嚟讲文化表现、艺术表现有非常多项。下一趟节目，咱个继续来大家讨论。欢迎转到真相同埋嘅节目，今日来讲客家子，台湾堂秀云老人分享有关客家子种种嘅故事，接下来带领观众朋友大家同数来做。秀云家企业要他素材哈，麻烦你老观众了介绍一下，你个台嘢系乜嘅，要做乜嘅用？你吼是，你看到你些轮纱，轮纱，你很难做，迄不一样咋个做嘅啦？你轮纱清楚来说讲啦，跟个山档吼，站下来，看掠只季节吼，有叫姜，叫姜好割的，是叫姜，迄野姜花好的吼，是割。也这样，就冇相同规则话，有冇相同的成分来用。OK。不说你对东来你都要周知嘛，你系随着24日节气啊、四季啊，有变化。同样，给人家老几普遍的，啥来就用轮纱来用。那件颜都很绵的喂哈，按防偏安尼哈，还油的喂。爱煮呀，爱那个长面的时间哈，让它好长。哦，是顺嫩的哈，用也唔是一台的啦，强的送，送啊送去哈。但是呢哈，你哈冇运动员，毕竟你要带下，就所有就去家老几整理下。对，冇本你轮上呢哈，扣落嚟啊，因为扣落嚟係上係冇重樣嘅，佢就上冇重樣，特別新人咧，客家人嗬當嘅嘅新人嗬。跟人管理嘅時候，爸爸媽媽管理嘅時候，佢係用糖上啊，唔係用看啊。佢糖那個上冇重樣是可以是賣。哦，意思就講冇本輪紗切橋，冇叫冇切過。啊，見到一賺到了嘅葉味，迄假使講帶下冇葉味，跟上灣冇相同。哦，樣嘢好按多功夫呢。我示範一下，好，是按樣轉過了。加上2下年，已經都差唔多咧。下一隻鋪頭係要做乜嘅？下隻鋪頭呢哦，是因為叫姜咧，叫眼皮逼開來嚇。佢做嘅是唔係是幾條拿去腐糖紅煎。幾啲下隻通常咧嚇，按所有的嚟。你講佢逼開來就類似像按樣子嘛嚇。也逼開來，逼開來，我都拿去煮啊，拿去煮哦。你又唔咩特別我按到做製嘅原料啦，特別做製嘅原料係做嘅啦，做嘅，做出來咩當醬啊，其實黃黃。你看你叫姜佢做出來食係咁嘅放下食，因為冇相同嘅成分，嘅成分冇樣。佢煮過之後，不用個蘇打，不用蘇打係乜嘅？蘇打，用蘇打，佢作用係。那個纖維吼，個軟化，本佢係軟的誒，嗰個糖分那個煮起嘅。哦，哎呀，費功夫呢？你做下費功啦，特別人冇拿嚟做字啦。煮過之後要用個蘇打，然後呢，撒下落，不用就開始做做字嚟嗎？啱先開始做流字啊。秀妍頭下吼，落去也未拿去煮過咧，人家是已經做了2點鐘，接下來煮落去做製醬以後啦，流汁嘛哈。你下我看到你已經事先先拿來準備好，然後觀眾朋友介紹一下，人哋話煮嘅也未樣板型嘅鍋上會變到按樣嘅製醬。其實喺煮好嘅時間咧，吼，叫佢下軟，下咧再個去硬，個硬一擺，一般啊，吼，是唔會再個拿去個輪沙個硬啊，是講你下方便咧，吼，是用出隻用果汁機啊，吼，去打打，用打，是會較簡單。一按樣幾番下個加嘛，個東西才底擺嘛。冇，是加水，加水就好咧，是一般的水。
佢兩個去樣板魚嘅製作有冇咁樣食？是用無咁樣嘅材料做出來。哦。最主要呢，吼用兩種嘅作用呢，吼，是講揾來料嘅人啊，吼，體驗到嘅人吼，會做講嘅變化按度年。知道了，兩個係一個算是模型，那裡鋪到兩面蛋。哎呦，意思講都是水傳過去啊，嘅傳唔過，做外邊做成像一隻甜甜甜，兩面中央。幾樣地方拿嘅時候拿好來，係冇？係拿好來，中央。啊，台灣，一隻線嚟，一隻台灣嘅線嚟就出來了。按講。比如講，觀眾佢做起牙曬嘅，想要做。對。但是呢種圖案是當簡單啦，都這麼跳複雜啦，哈。哦，哎呦，意思講跳上去嘅時嘅一種質量個，我有兩種色，我有是可以色啦，一個形狀都會出來呀。但是呢，你要貼泡，這個加錢，個加一層嘅是讓台灣浮起來，浮現。跟外家師做立體嘅，外家師講落去台灣做下細隻嘅模子，會變到3D 咯。就是這樣子玩，這樣搞。佢一樣嘅話，假使愛做自家嘅名嘅話，怕用英文係樣會較簡單，較易來。台灣。主持人嚟做一張。好啊，我來試看下咧。你係做好是哪一塊？好，先表定啊，先表平順好咧。這個做假裝到你都表面做得。我試看下咧。嚟，跟市場嚟錄起落來，七升五個，一下下一再上來啊！嚟話你書拿到你順哈。好。哎呀媽，你都冇唔拉長，你哈，那老幾標準一，用。兩面之後啊，冇沉下去。好，跟我哥吃一半。它沉一些咧，睇下有啲跳做拿起來咧。好，過來吃看咧。你啊，我叫佢來用啲。貼泡，貼泡。古時候加幾層嘅就做得落地。要冇了廿個花會代替。我看唔到。哎呦，做得用台灣老幾。你啊，沒做得哈。做得。好。然後睇下做嘅字已經都有兩種字嚟啦。接下來我拿去篩，咁樣篩字係利用縫。留熱頭。OK。好。出隻掉落嚟。掉到兩邊。像安樣你篩字吼，天時很做得安樣嘅話要篩幾久？青豆是2點鐘，半點鐘就是早嘅啦。哦，我說到你水摸一片，2點鐘再出去昂撩，你雜吃泡嘿，大家轉來數，看自家字篩都要買。哦，懂嘅。哎呦，有意思，更加修養吼，哎呀，手工做字嘅客家製品樣做，哎呀，你算完成。謝謝。哇，今天實在挺難得嘅經驗吼，我第一擺來體驗用辦法用手工來做字。修研頭下吼，哎呦，做字嘅過程中啊，人家有提到講，冇相同嘅一個師傅做出來嘅字會冇共樣。唔做老太家略分配一下，你嘅經驗地度也就字有那條剔除嘅剔心嘛，嘿，像廣州做嘅老陸嘅蘇州嘅，係咪那條素材冇相同？你插片一睇啊，像竹嘅做出來嘅字啊，佢係黃色嘅，金黃色，真件是金黃色，唔會褪色，個叫強做嘅呢嚇，佢係咖啡色，但是佢唔係講地青色係紅線，唔講唔相對嘅咖啡色，佢會見。現在時間變化會冇相同嗎？係，嗰位那種時做嘅吼，你像春天做嘅嗰個咖啡色吼，佢會較淡。
个叶的老光做出来无香样，椒姜做出来的呢，吼，其迄红线要有金鲜呐，做出来冻酱要闪色啦，吼冻酱，个青酱做出来是绿的色，绿的酥，个还有就冻铁薯的呢，吼，迄油桐哦，油桐的皮，酥皮拿出来做个个字哦，佢迄种。佢当时他来做个台灯啊，做那个做纸灯，青酱哎呦，给发修养啊，小模拟哦，主要是因为你哋下个水妹，就会有接待哎呦佢嘅来参观嘅，你还能讲做老女生一天做了批酿做纸吗？你目前那个运作的方式是用办？我是用预约方式啦，因为自讲来准批，因为我哋要有当地的考场，各位我也有去学校吼，带领学生嘅来做嘛，但学生嘅做法老呢像嘢短暂嘅吼，2-3點鐘嘅 DIY 係無共樣嘅。你喺香港，你從讀嘅讀書嘅割下來，佢是組織呢，吼，佢要讓去就考場，你睇考場當多啦。是講你做去線，去網路上點水妹比較專業。水妹，嗰個呢，吼是做去人嘅預約。其實我哋會範圍一發啦，是變到講，就是。大家就是这种文化的体验，一个从植物变成编制，编艺术品，对，要歌唱。我按用唐语讲下来，知道要歌唱中，主要确实每一张作品都会无相同，有变化嘅。佢用一种似乎无相同的时间来做事无相同，以后我夹乜嘅东西都自己不做出来又无佢用像台湾有夹嘅啊，还你夹嘅花，还你讲你要做花做出来有纹丝哈，变化非常多，当然应用都挺多咯。你睇讲都讲做灯，还你讲。卡片應該要做對嘛嗬，冇問題。係貼書嘅一個紀念嘅紙，係你講有乜嘅貼書嘅一類東西做得落去，不用來地擺。今日想請問小雨，我第一按做按用文化工作，確實一路都行起來都好蠻辛苦啊嗬。咁目前而家水妹你知道你都讀到最太困難係乜嘅？其實最太困難是行銷，行銷。我都冇辦法做行銷，是講。當然，假設我哋係有能力嘅話，我就去搶人。問題是講，冇辦法去搶人，冇安全能力。但是你要你安全嘅市場咧，佢係合嘅，小眾嘅，即邊度安全，你係我哋下台看，嗰個係人才嘅培育啦。你睇個大的訂單，冇辦法接。因為唔拉，因為沒有培養。冇培養後生人，後輩人來接樣。佢樣方面目前最大嘅遊戲最在那個減下去嘅問題嘛，係你乜嘅？其實你會有興趣啊，嗰個清楚嘢會有飯好食啦。你講後輩人，你講讓文化有一口飯吃，就是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大嘅市場，因為佢啲做紙嘅東西佢沒局限都是做一種自然嘅，也係當有氣味嘅東西啦，是兩個數量係太部分政府嘅方向啦。兩觀點比較大。講政府嘅方向，今日都小問咯，可能節目嘅注意啦嚇，因為而家所在都好做台山縣、落滿台山縣政策嘅範圍嘛，到目前為止，你所有嘅政策地位對你都兩種台山縣可用手工。做了種文化相關嘅產品，係你生產，你感覺了政策對你的有乜嘅相對嘅提供？係你講，你自己本身對政策有乜想法？目前來講，呢一種政策啦，嗬，兩個都等於講完全冇關係啦。是大老爺聽聽啦。大老爺我都站不上邊啊。冇人會來收財啦哈，其實我都清楚要就是我們需要就是大概3年2到3年的那個培養人才。培養人才的話，
你没有那个无用遐人才的话，你食嘛个蛋呢，你食唔出来。各位你行销的话，我是觉得那还是说露大露身，你去做东西，做出来会让人家感动的事情的话。那个生意是长久的，你讲做诶3-5年呢，不拖一把，又往过配着好样。我想秀云讲了几好，可能係大家再向下來思考嘅一個大問題啦，嗬。當然觀眾朋友你可以來到太府，嗬，太府除咗呢個挺好食嘅吃婆係草莓之外，嗬，所以說大家係有興趣嘅話，要來水妹呢邊來體驗嘛個很多客家子，去體驗自家用手工老太自然接觸，做出一種自然的一種神品嘅一種快樂哈。我相信今日真相通嘛，介做幾行都了解，非常感謝觀眾朋友收看，也感謝秀雲，係秀雲係咪老觀眾朋友 say goodbye？安子 say，希望觀眾朋友下禮拜再會。